安尼办2首的诗歌，头一首是圣诗69首，我心情记着唱歌。请咱全部来一来进来，我就是我，咱组合这边来唱法。 为主来做比感情，咱为何自愿来唱一版？来唱一遍。较大声，我为主来做感情。为主来做
平安。咱这是礼拜准备要开始，咱请用一分钟的时间来静心，从咱的手机关锁无声，准备咱的心来进行今日的礼拜。奉主的名，咱开始今日的礼拜，请祷告。你着耶和华唱新的歌，全地拢着耶和华唱歌，着耶和华唱歌，祝谢伊的名，日日传播伊的救恩。伫日版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在。这是咱的俄罗，咱的主正诗第69首，我心是你着唱歌。咱已经专首请起立。Oh
做咱心的告白。这是咱来领受上帝的话，启应月第第96天，我来去大家来念。恁着向耶和华唱新的歌，着向耶和华唱歌，祝谢伊的名。伫日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因为耶和华最大，应该受极大的懊恼。因为日邦的上帝拢是虚假，伫伊的面前有尊贵甲威严。第4章的6节啊，恁着将冠冕荣光归乎耶和华。以伊的名所应该得到的荣光归乎耶和华，就用圣洁的砖塔敬拜耶和华。伫日邦的中就讲，世界坚固无摇动，愿天欢喜多快乐。愿参园甲其中所有的拢快乐，因为伊来啦，伊要照公义审判世界。这是咱来祈祷，阮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你。天顶的日头是你所赏赐的，天顶的雨水嘛是你所赏赐的。你赏赐逐项的恩典，真做咱的公义。但是伫这个恩典的中间，你嘛提醒阮，爱将眼光放伫你的身上，知影你是咱的主，顺好伫顺好伫你所指示的方向的顶悬，嘛就是传福音。感谢主，互阮这半年逐项的传福音的时间，拢圆满来结束。真侪同工专心伫遮服侍，愿主来纪念，祝福后面的收割，拢有主的应许甲祝福。听到福音的，就会当领受到受洗后新的生命。后半年的传福音的时间，求主来祝福来陪伴。互阮有机会继续来为主来领人归互你。伫最近伫台湾甲世界逐位嘛有发生真侪无共的灾害，求主安慰遮受灾的，讲伊即摆的需要，安慰伊的心，为着伊的心的平安，阮继续来祈祷，也为着教会内身体有欠安的兄弟。甲照顾因的家属也是朋友，也有主赐福的平安，甲充足的供应，保守因的心袂失了信心，继续来祈祷，继续来呼求主的意义的领导，愿主赐福阮，会当搁较侪经历主的祝福。阮祈祷无不足的来以咱的祈祷盾来回应主。你的名，你的祷告，你的心正向，你对你心求的经历，我们的心是一样的渴望，下边我们的心求放下下边我的渴望，就叫我因为关于一个。
圣经，今仔日经站伫路加福音第5章第1节到第11节。当众人环过伊，伫听上帝的道理的时，耶稣徛伫公义撒勒湖边，看见两只船伫湖边，好奇人离开船咧西望，其中一只是西门的。耶稣上去，请伊将船放较开，就坐伫船内驾驶众人。讲煞，就对西门讲，放到深的所在，下网讨鱼。西门应讲，先生，阮汤面就我，土拢无，总是因为你的话，我就要下网。因拍落去，就为着捉一鱼真多，网甲要离，就也把这船的同伴来斗相共，因就来捡鱼满两只船，到要沉落去。西门彼得看见安尼，就扑伫耶稣的脚下讲：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有罪的人。因为西门甲当伊个人为着因一个下落去所抓到的是无毋对公囝，西门的同伴西庇太的囝雅各、约翰也是安尼。耶稣对西门讲：无得惊，对这贴了后，你要得着人。因已经拖船晚还，就放下一切来缀伊。这是咱请圣官对伊来赞美。
来带来敬拜。是咱请你自由牧师来带来分享今仔日的信息。伊要讲的题目是依然如地球的呼召。今日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来到口教会，甲大家做伙分享。有即个机会是因为杜老师邀请我，即个时阵来到咱的教会来分享讲道。我甲杜老师呢，是认捌真久的即个好朋友吼。对神学院的时阵，阮就做伙读册，也有学习，然后伫同一个中会服侍。伫同一个中会服侍的时阵，拄着真侪需要互相斗相共的代志，我就甲杜老师互相斗相共。真侪摆接受着甲这个师娘的斗相共，我的教会得到真大的帮助。所以邀请我的时阵，我就真欢喜来答应，然后呢，就来到咱的教会。我简单介绍我家己吼。我是伫南园教会牧会，南园教会伫南港即个新的所在来徛起。即个新的所在是安怎？是台北市即摆伫开发上新的所有的建设，拢伫南港即个所在。南港即摆有高铁，阁有即个流行音乐中心，中央研究院的新的遮的所有的去做拢伫迄个所在。所以呢，即个区呢真紧在发展。伫发展的过程中，我发现迄个所在需要一个新的教会，所以伫迄阵我2014年的时阵受到台北和平长老教会的差派，就到伫南港即个所在开拓新的教会。伫迄个时阵到而当，即个南园教会已经有12年的时间伫迄个所在。所以我伫迄个所在牧会，阮的所有的会友到咱的同工牧者，而且伫迄个所在，咱伫迄个所在牧养的方式，甲咱普通较老的教会、较传统的教会较无共同吼。因为阮是讲国语甲英语的教会，所以伫即个所在来讲台语对我来讲吼，是一个挑战，嘛是一个训练。因为我足久无讲台语讲台语若是有无顺的所在吼，请大家多多包容吼。是安怎我会开始做这个开拓教会服侍甲工作呢？是因为我伫神学院的时阵研究，发现咱的教会的数，教会人数、教会的量拢真少。咱伫台湾宣教已经150周年。到而当已经161周年的时间，咱的传福音的果效实在是真少，因为规台湾信耶稣的人只有5%，只有5%。而我迄个时阵看到即个数字，我感觉咱是真亏欠上帝互咱的恩典。咱领受恩典多，总是呢咱的传福音真少。所以我就伫迄个所在祈祷，上帝给我一个机会，会使来服侍，去开拓教会的中间。然后我甲阮的同工开始伫南港迄个所在拼命伫传福音的过程中间，慢慢就发现上帝的福音实在是真需要广传伫每一个所在，不管是伫软体园区，还是咱平常的社区，拢真侪人有需要。因的需要袂互咱看到，咱需要甲社区的人，甲这软体园区的人，爱有一个真好的这个接触，才有法度来了解因的需要。所以我伫咱软体园区这个所在，甲咱的遮个朋友来接触时阵，发现虽然真侪人是趁足侪钱吼，但是个心内是空虚的。
啊，佫有个人真工作真无用到伊的心灵、伊的身体拢出问题，所以真需要咱的福音会使进入因的信仰内底。所以我在想，伫咱的南口教会中间，我看到咱的周部有双语的训练，嘛有这个传福音的训练，我感觉真好势，因为咱的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这真是真好咱的教会的方向。咱做伙拍拼。这传福音，互咱的台湾这个所在，搁较侪人会使入捌主。好，咱今仔日所听这个圣经内底的内容，是耶稣呼召第一批的门徒的故事。我感觉这是真重要的一个故事。为什么是真重要的故事呢？因为在一开始的时阵，咱看到耶稣伫做真侪工。伊做真侪工的中间，有3项代志是上重要的。第一项代志就是传天国的福音，传天国的福音是上重要的伊的工作。咱伫路加福音第4章第43节迄个时阵，会使来看到，伊讲我嘛必须爱伫别个所在来传讲天国的福音，因为我受差派，本地就是为着这。所以这是耶稣在3年半中间所做上重要的代志，就是传福音，传讲天国的福音。天国的福音上重要，所以呢，伊家己嘛诚做福音的起头。咱知影，咱的主耶稣为着福音的缘故，所以受拍、受钉十字架，为着咱的罪来死十字架顶，然后又搁活来诚做咱的盼望。诚做咱伫后世代会使继续传福音的内容，伊就是福音，咱的主耶稣伊就是福音。这个福音的源头，这个福音的起头，嘛在传福音。所以规本圣经，特别伫咱看福音书内底，伊中间所写的，就是侪传福音的故事。到每一个所在，耶稣伫迄个所在就讲道理，而且伫迄个所在。用福音传互万百姓来知影，这是第一项咱上知影、上清楚的代志。第二项可能咱真看到耶稣做真侪工，其中上侪工可能看到的就是伊好看病人，搁有就是用工来赶鬼。这伊好看病人甲赶鬼这个代志其实呢是为着互人认捌出。耶稣就是上帝的囝，所以这个咱讲这是附带价值。伊做这个工是为了证明伊就是上帝的囝，证明伊所传讲的道理是真实的。所以呢，医病看病搁有这个赶鬼的这个服侍中间，都是为着要互咱的福音会使传出去。咱知影伫教会界中间有真侪咱讲信仰，还是讲医病的布道会，这所有的工作所主要的目标，就是来传福音。虽然咱讲伫教会内底有真侪文书，有真侪咱讲讲方言是讲语言还是呢会使知影辨别这个无相款的人，还是其他的遮的信仰。这个拢是为着福音的缘故，互人会使知影福音到底是啥。所以这耶稣在做的代志，咱看真侪做这医病赶鬼的事工，其实嘛是为着福音。第三个就是栽培运动，栽培运动就是咱今仔日所看到伊呼召第一批的运动来跟对伊。伊为虾米要栽培运动呢？因为福音要广传，不是只有靠耶稣一个人会使做，爱真侪人会使伫中间参与。除了伊以外，还有侪其他的运动，领受福音、明白福音，然后会使到四界去传福音。所以耶稣开始栽培运动，叫伊甲伊做伙大、做伙食、做伙生活。这个生活就是跟对耶稣安尼的脚印来行，所以这个部分咱有看到栽培运动本身嘛是为着福音。所以讲到尾，讲到头，咱拢知影耶稣来到世间所做上重要代志，
就是福音，为着福音的缘故，这就是咱所看到、知影耶稣伊所要做的代志中间上重要。所以虽然讲咱看到圣经内底有其他对教会期待，也是讲咱讲咱的教会爱彼此相听，也是讲咱教会爱安怎整齐来服侍，这拢是真好的内容。总是这的所有的工作的目标，就是为着福音会使广传出去。所以咱看到伫初代教会的时阵，伫使徒行传内底，所有的门徒因咧组织做伙祈祷的时阵，嘛是为着因的福音，因会使传福音到别个所在，互迄个所在听到主的福音，而且用迄个福音，因会使奉献主。领受主的恩典，咱受着咱的教会组织伫这个所在，伊是安怎要叫做教会呢？教会就是受着成做一体上帝的身躯，成做一体的一个所在。这一群人组织做伙了后，所做的工作也是重要，毋是组织做伙咱做伙拍篮球，毋是组织做伙咱做伙敢若唱歌尔尔。毋是组织做伙，咱伫这个所在有活动尔尔，毋是安尼。上重要就是咱组织做伙伫这个所在，互相激励，互相来劝勉，互相伫这个所在来彼此祈祷，然后咱会使出去传福音。福音毋是叫人入来，是咱爱出去，咱爱行出去，行出去来传福音，安尼的行动。我感谢主，伫我的服侍过程中，阮的教会有领受安尼一点点的恩典，拄啊信主的人，因足够传福音的。我问一位这个兄弟，伊是游泳教练，伊做游泳教练，听到福音了后来到教会，然后呢，虽然呢伊是一个游泳教练，但是伊拄着人就甲人讲福音，所以伫伊的工作的过程中间。若是有教人安怎游泳，伫游泳的过程中，伊就会讲，你有闲，礼拜日会使来教会看看无？因为你教会真好呢，这间教会真好势，而且内底所讲的福音，互人心内开阔，你着听，你着鼓励，这是一个有听的所在。所以阮知影，就是这个。传福音的方式，会使透过咱的工作来传。这个游泳教练传福音来带人到教会，有3个、4个，是因为传福音，所以过来。有若安尼其他的咱的兄弟嘛是安尼做，所以有真侪吼，因咧毋若是伫这个游泳教练吼，嘛有几若会去健身房的，健身房的因咧有个团体。互相招啦，互相招。恁若来遮健身吼，身体臃肿尔，你的心灵嘛爱臃肿。所以你心灵要安怎臃肿，就是你来听阮的故事，听阮的见证。我家己教会嘛是有做联合小组，所以就邀请伊来联合小组。几若个因为呢健身房毋若健身尔，是伊。来到教会，来到这个所在，听着福音，伫幸福小组内底听着福音，伊嘛来信主。我感谢上帝，我的教会是安尼的教会。我相信咱的教会嘛会使行入伫安尼的所在。虽然过去咱可能呢伫传统的过程中间，总是即摆的世代速度真紧，咱需要紧来传扬福音，互人知。互人会使明白福音的重要。咱继续来看这个圣经内底的内容，咱若是要受调诚做门徒，就是诚做一个传福音的人，有2项代志是真重要。第一项代志呢，就是耶稣在呼召的过程中，伊邀请彼得过去探望，就是撒网过去探望，互这个伊所认真规暝咧头掠无条鱼的这个状况会使改变。这个过程是安尼，咱看圣经是安尼讲，就是因伫革命山的湖的这个所在，伫这个湖的所在，
暗暝的时阵，彼得甲其他所有的掠鱼的人，因做伙伫遐也无用。然后第二日的时阵，因收起来，因为呢斗无着鱼，因就开始呢准备要洗网。伫迄个时阵，耶稣徛伫船顶，坐伫船顶，然后教示遐所有伫岸边的遮的会众，伫迄个所在讲道。咱会使想象迄个画面吼，迄个画面，迄个画面就是讲，大家咧听讲道理，亲像咱即马伫教会中间，大家咧听道理，总是有一群人呢，因咧无用，因真无用，因有诶工作，因诶生活，因咧遐无用，咧洗网伫迄个所在真无用。但是耶稣无袂记因，所以呢，咧讲道了后结束时阵。甲因挂伫因的即个所在，甲因挂伫因个所在，甲彼得讲啥？讲彼得你即马去探望到最深的所在，互即个最深的所在安尼来掠去。即个话一讲出去，咱就发现耶稣在讲的时阵，互伊一个真大的挑战。第一个即个真大的挑战就是。彼得甲伊所有的同工，伊所有的遮会做咧掠鱼人，因拢足忝的。暗时掠鱼，规暝拢去掠无半尾，即摆足忝啊！要休困的时阵，结果耶稣叫因继续来掠鱼。即个物件拢款好啊，你搁叫我去掠，这是啥物意思？这第一个，我真忝，你搁叫我做工，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耶稣啊，你是目睭呢？你是做这个查工的，你是做老师呢，会使讲道理，但是你会晓掠鱼无？你敢会晓掠鱼？对彼得来讲，这个老师耶稣敢会使伊讲的话，敢会使听？所以这会出现两个挑战伫这个所在。第一个挑战就是咧讲，咱真忝的时阵，咱是真无力的时阵，咱真艰苦的时阵。敢要接受上帝的呼召，敢要接受要顺服上帝甲咱指示的。我想这是咱真大的挑战。特别今仔时代，大家拢足无用。伫我的教会中间，较侪是青年吼，遮青年因真无用。一部分呢，就是因为我较新鲜啦吼，新鲜的干，所以呢。在公司中间，大家拢叫伊做真侪代志，所以拢爱加班，拢爱伫迄所在食头路真无用。教会嘛真需要因，所以呢叫因出来做工，一方面呢这工作挡袂牢，一方面呢佫有家庭爱顾，佫一方面呢教会佫有事工，无用甲安尼，伫迄真无用过程中，佫叫伊出来，讲你去传福音，哇，安尼伊规个人都崩溃了。这个是阮教会实际的情形，就是咱若是伫真艰苦的过程中间，上帝甲咱呼召，叫咱顺服，咱敢爱顺服？咱敢爱顺服？我会诚做这个新学生，然后来诚做牧师，也是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呢，就是上帝呼召我来到新学院，到伫新学院读册。后摆诚做一个全时间传道的人，即做全时间传道的人，我知影爱奉献家己，所以呢，我就诚心祈祷，求上帝互我清楚知影，这是这个呼召是正实的。无想到我清楚了后，将迄个报名单寄互新学院了后，伫迄个时阵，咱有中会的考试。我就去参加中会的考试，参加迄天，我开始呢开喙暖有血，我想讲这可能咱洗喙的时阵无洗伊家啥物牙龈还是啥物所在口着所以有流血。无想到这个流血这个情形愈来愈济，然后呢袂停。我就去病院检查，病院甲我检查就讲，你这个是癌症，所以你爱进行治疗。我就想讲，我已经将这批寄出去，互新学院，新学院伫迄个所在收着，
然后后壁考试了后，已经答应我会使入去先学院读。总是迄个时阵，我得到即个鼻仔癌，鼻咽癌，鼻仔癌是安怎上帝要安尼对待我？所以呢，我伫迄个过程中就真艰苦，真艰苦中间，上帝佫号召讲，你爱去做即个工。我想讲上帝啊，我若身体好好来做即个工，毋是真好。啊是安怎爱身体歹歹做即个工？但是呢，上帝就使用身体歹歹的我来服侍伊。所以伫一年的治疗的过程，甲休困的中间，上帝重新调整我，我继续去读神学院，然后呢做传道者，全时间来服侍上帝。这个过程我知影，上帝爱我家己清楚一件代志，就是服侍上帝。咱若真实要服侍伊，爱顺服伫伊的引带，爱顺服伫伊的引带。伊的引带是好的，总是咱咧受到这个引带，听到伊的声的时阵，咱有时会惊着，会感觉讲啊，上帝啊，我遐尼软正，我遐尼无用，我遐尼无气力，你是安怎要叫我去做迄个代志？所以第一个挑战，咱看到文图，就是彼得的挑战，就是大家拢足忝啊。耶稣啊，你若叫我去拍鱼啦，叫我去搁去做这个工。耶稣啊，你是安怎无叫别人，是叫我去？但是真重要的就是彼得顺服啊。彼得伫个中间顺服了后，然后呢，伊就去抓去。所以第一个咱看到的就是顺服。顺服伫咧中间，成做一个真重要的记号，成做彼得伊人生改变的一个真重要一步。第二项代志就是呢，当因掠到真多鱼的时阵，伊是毋是掠到真多鱼？对嘛？因掠到真多鱼，到即个船顶，然后一只船无法度载，爱两只船才有法度。这两只船拢满了后，你若是这个彼得，也是其他的人，你看到应该是足欢喜着啊！因为上帝恩典到啊，上帝心意伫这个所在展现，咱大家足欢喜看到我所掠的吼，这拢掠到咱的船顶啊，咱生活拢无问题啊。咱讲这个是恩典，咱讲这是祝福。当恩典甲祝福来临的时阵，咱看到彼得，毋是看到伊。伊是看到耶稣，因为是看到鱼，伊是看到耶稣。咱大部分的人是看到鱼，知影无？咱因为看到祝福，咱就真欢喜。可能咱会祈祷上帝啊，咱的身体无好势，祈祷了后身体健康起来，感谢主，你赐予我是个真好的身躯。若是咱的这个趁钱的代志，祈祷了后，上帝互咱大趁钱，咱真感谢上帝，上帝啊，你互我大趁钱。咱看到的是迄个祝福，看到的是迄个恩典，但是彼得看到的是鱼啊，毋是彼得看到的是，毋是鱼啊，是主耶稣。所以这个所在讲，这是啥物人啊？伊嘛毋那是目睭尔，伊嘛毋是老师尔，伊是啥物人啊？所以发现伊过去伫迄个所在讲。主耶稣啊，阮足忝的，伊迄个态度毋对，伊都跪伫耶稣面头前讲：主啊，我是罪人，离开我。所以你咧讲来后悔伊的所行所想的，耶稣就甲伊讲，毋免惊，你后摆会得着人，亲像得着鱼仔，你来跟对我吧。伫这个所在，咱看到一个挑战嘛，伫这个所在。第一个挑战，咱拄仔讲的就是你要顺服无？当你真欠过、真艰难的时阵，你要顺服无？你若顺服，会经历上帝治疗的引带。第二点是安怎？第二点就是你领受遐尼济恩典，领受遐尼济上帝所赏赐你的，你愿意放下，然后来面对主。咱知影，咱若领受真侪地上的恩典的时阵，咱会感觉不舍啊，不舍，无愿意放手，因为遮物件真好势，
真好，咱会使掠条条。总是呢，伫迄个所在，耶稣互彼得一个条件讲：你要放下遮得到鱼仔的快乐，然后来诚做得到人分对我的运动。这两个是无共款的欢喜。得到鱼仔是地上的欢喜，因为你地上咱领受上帝祝福，咱当然嘛真欢喜。但是这是地上的祝福尔听。但是得到人是上帝国的欢喜，因为这是上帝国永远赏赐咱的产业。咱伫教会中间，我甲阮的兄弟姊妹讲咱来诚做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大家拍拼咧传福音的过程中，看到一个人因来受洗的时阵，我看到大家心内欢喜，赢过伊趁钱多的欢喜。因为迄个欢喜是得到一个性命，看到一个性命对艰苦你无欢喜，伊的真艰难的所在开始得到改变，安尼会见证出来，咱就感觉上帝互咱得到的是心内天国的欢喜，这个欢喜真大。所以伫我的教会，每一摆要洗礼的时阵，大家拢会传礼物。阮的教会无真大，差不多50人，但是呢。伫洗礼的时阵，大家拢想要送礼物，互即个受洗的兄弟，互伊呢得到真大的鼓励，因为家己感觉讲上帝拯救即个人，毋但拯救即个人，而且嘛爱祝福即个人，所以大家经历就是做伙来欢喜，将即个礼物来送互即个洗礼人。即个洗礼人，伫阮的教会中间，阮讲我一世人无摕遐尼济礼物。只有你受洗这个时阵来摕到足侪礼物，因为其他的所在可能一点是享受这个上帝恩典，但是伫教会洗礼的时阵，大家是做伙欢喜，迄个欢喜是真大的。咱发现彼得受调有两个真大的挑战，第一个就是拄仔咱讲的，伊爱伫真艰苦的时阵，连游玩爱来顺服上帝。第二个就是伊伫即个真丰富、真侪领受真侪恩典的时阵，毋是讲接续我生活无问题而是伫迄个所在来跟对主。所以咱看到开始跟对主的生活是无共款的，即个跟对主的生活是行天路，是行上帝国的路，毋是行即个世间的路。世间的路，咱知影。即个世间一下就过去啊！圣经讲咱身体健康会到70岁，若较好势了到80岁。伫台湾咱知影，即马真侪人会使活到90岁，甚至100岁嘛有。所以咱知影，即个身体虽然好，伊的年日是有限的，有限的时间内底，咱有真大福气，这真好。总是咱爱领受的是天国的福气，天国的福气是无限的，是到伫永远的。咱的教会，我相信咱受调每一个诚做温度的人，嘛甲彼得的条件是同款。彼得的条件就是伫咱生活内底，咱有愿意顺服主。若是真对外若是真方便，其实迄无叫顺服，顺服就是咱真艰苦，真无法度，很难选择很难选择的时候，愿意顺服，就歹这个选择的时阵，咱愿意顺服，迄个顺服咱真实的是顺服。所以第一个，你愿不愿意顺服？第一个，你愿意顺服无？第二个就是讲，你愿意放下这世间的所有的享受。然后来跟对主了。咱看到彼得是一个掠鱼的人，伫伊的工作内底，伊的职场也是伊的工作中间做掠鱼的人。但是耶稣透过即摆的呼召，互伊毋但诚做掠鱼的人，嘛诚做会使得着人活命的人。咱的工作、咱的生活中间有的即个。基督徒是礼拜6、礼拜2的基督徒，
礼拜一到礼拜五都毋是基督徒啊，伊都规身躯、规心神拢伫工作中间。但是咱伫这个所在看到，上帝呼召咱的是，若是伫礼拜六、礼拜一做基督徒，礼拜一到礼拜五嘛爱做一个传福音的人。伫咱的工作的过程中，敢有你的同事，敢有你的朋友，你看到伊真需要祈祷，真需要帮助，你会愿意替伊祈祷，安慰伊，互伊会使行过迄个艰苦，然后带伊来明白主无？你有安尼的机会替伊祈祷，啊关心伊，来帮助伊，互伊使来明白主无？咱的生活顶面会使知影讲，除了咱去做地上遮的工作，天国的工作，咱会使勇敢来去做无？有诶，这个牧师是讲吼，毋是咱叫代子服侍啊，是服侍代子啊。意思就是讲，咱是掠上帝国最忠心的服侍。咱去某一个公司食头路的时阵，只不过是受差派到迄个公司，真做迄个公司会使领受福音的祝福。进到那个公司里面，好像间谍一样，这个我不知道台语怎么讲，间谍一样，在那个地方传主的福音，在那个公司里面带来福音的影响力，和迄个所在，真做一个福音嘛会使听到，福音会使广传的一个所在。亲爱兄弟姊妹，这个呼召若是对你定定，这个呼召嘛是对咱，这个呼召对咱的时阵，咱有愿意顺服无？第一个，第二个，咱有愿意放下咱心内感觉真好势、舒适的生活、快乐跟平安，我们愿意放下这些，咱愿意放下遮来跟对主无？咱做伙按头来祈祷。亲爱的主，咱献上感谢，阮献上感谢是因为主你拣调阮，诚做主你的恩道。若是阮得到福音的恩典，得到永远活，安尼的祝福，阮阁得到会使领受上帝国产业的祝福，就是会使诚做一个传福音的人。教会受主你的呼召，诚做教会。就是要起来完成主你的大使命，主恳求你帮助，互咱的教会看到大使命内底上重要的代志，就是将福音传播全世界，互侪人领受这福音的恩典，互侪人因为听到福音，伊的性命得到改变。主，若咱家己要安尼来领受，咱的教会嘛要做伙来领受这安尼的呼召。求你帮助阮，互阮有勇敢的心，伫咱软食的时阵，互阮配力信心，会使接受你的呼召，顺服主，放下阮一切来面对主你的工作。恳求主你圣神继续引带咱的教会，保守咱来靠教会伫主你的内底，诚做主你所喜爱的教会。愿你圣神继续甲阮三角伫地，愿你祈祷感谢，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这是咱来回应上帝的话。咱来念信诗482首，以主来做伊的工作，请大家起立敬专首。
多谢侪。现在我来报告，大家会当看顶悬的周报。东港社会的部分，咱请家己来看嘛。感谢今仔日的东港拜服侍。澳洲的东港澳洲是连环礼拜，所以咱嘛是在老家。遐聚会人数甲方面部分嘛，请家己来看。本会消息，今日感谢恁准刘牧师所分享的信息，互咱有真侪提醒。下晡1点要调开小会嘛，请东港地办新来参加。教会第2届双译门徒训练毕业的名单在顶关内当看到，总共有14位，感谢主来带因来行过这次训练。后主日礼拜，后主日礼拜中间连在举行这毕业典礼，嘛是为第下礼拜，迄天嘛是第下礼拜甲第下的成人主日学儿童主日学迄天来教授来举行迄天儿童主日学是伫3楼嘛有礼拜爱餐，爱请兄弟家己准备这餐具。后主日下晡1点要调开中集会，嘛请刚刚的礼拜先参加。下5点有订每日读经诗言名册，会记你去办公室领第3季的读本。教改消息，今仔日文化教会下晡3点半要举行施文培牧师就任的这个受子感恩礼拜，邀请兄弟来参加。关怀代祷，伫厝内调用的兄弟有曾文德、林岭、吕豪熙、简少燕、陈茉莉、郑明霞，段义有吴荣光、马来金、洪本展弟兄的母亲，大家继续来代祷。奉献的部分，嘛请家己来看，然后有错误的，请加在位帮人来讲，我们再来更正。好，咱来看今仔日的经句。今仔经句伫路加福音第5章第10节。咱做伙来读。都对神明讲，无对惊，对惊不要去救啦。这是咱来奉献。
徛伫咱个上人515首，至信天地，万感谢你。咱做伙领受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阮宇宙兄弟姊妹三甲伫地，为即时到永世大无尽。阿门。请坐。今仔日礼拜到即时来结束，后天大家合作了后，再去来行平安礼。这个平安礼。